你將成個中山嘅四代住宅都睇勻晒啦，依家都未落定嘅，你係等住呢個價格仲喺度降，抑或係等緊呢個配套再成熟嘅話，咁我呢個單位呢，你就可以過嚟參觀一下啦。我亮點係一線無遮擋嘅光景，高層視野簡直就係一望無際，日日都可以欣賞光景日落，住翻呢度舒適度。咁我呢度單位呢，係做咗個5房3衛嘅設計啦，實用率去到140%嘅，而且呢個單位無論3代同堂或者4代同堂，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獨立嘅空間嘅。咁經過呢個樓梯呢，都可以上翻到一間套房嘅。咁住喺呢度5分鐘可以去到中山北站啦，仲可以直接去高鐵去深圳、香港都西九龍都非常之方便。咁呢間房就係你嘅主人嘅大套房啦。個主人房足足有50個方，而且主人房嘅景觀呢，同樣都係冇遮擋嘅光景嘅。住翻呢度步行5分鐘就可以去到山姆購物啦。日常嘅生活需求完全唔需要等待。咁你又想4代住宅嘅實用率，又想低價格嘅單位呢？咁呢套單位首期30萬就可以上車我哋江記複式大平層啦。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嘅，評論區留言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